相信咱台湾的电能政策可能会改变。这个台湾的核电厂是不是有延役的可能呢？台电指出已经将核三厂即摆现况送甲经济部去审查，若是过，甲经过自我安检，还佫提计划过呢，上紧2029年重新启动核能第三厂。 核三厂今年5月停机了后，台湾进入非核家园已经要半冬，支持反对双方的讨论是无停困。不过，即马核三有可能重新启动。目前核安会已经针对于包括核电的这个使用相关执法也都已经公告了。那台电会依照这个法规的这个规定去进行相关的作业。 就算核三延役公投无过关，不过台电也是伫核三延役有进展。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9号伫经济委员会讲，10月13就已经完成核电厂状况评估，交予经济部来审理。若是经济部允准，台电下边再运转计划，同时启动自我安检，预估会用当半的时间，卖评估核三重新启动的经费，达成社会共识，会送去核管会换新设备，时效会用2冬。 也就是讲，上紧2029就会当重新启用核三，不过过程当中有可能阁有真侪变数，因为根据台电伫2014年对核三厂延役做的成本估计，单单安全检测加水烟产生器等等设备换新，大概就要开200亿。台湾现有的核电发电设施。 仍然是一个维护跟维运经费相对昂贵的设备，未来是不是会需要使用，还是要看台湾目前台湾的能源供应状况以及台湾社会民意的趋向。可能很多的动作不是等到2029年才开始，因为这样增加的成本只会更多而已。现在就要开始规划，那2029年的时候，核三延役的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核三延役为安全性到核废料成本，还佫有利润估计，正反双方也未达成共识。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